有冇試過每日辛辛苦苦去跑步做 HIIT 運動，行168斷食，但係磅數喐都唔喐，情緒變得好低落？其實咧，只要一條繩咧，就可以用最簡單嘅方式，高效燃脂，可能咧只係需要10分鐘，就有比起跑步30分鐘嘅效果。想知道點解咁犀利咧？今條片咧，你一定要睇落去。咁第一啦，跳繩嘅燃脂效率極高。咁跳繩咧，平均每分鐘咧消耗嘅熱量咧，大約有12至16個卡路里。咁10分鐘嘅跳繩燃脂效率咧，就已經等於慢跑嘅30分鐘。咁你可以安排一個咧10分鐘嘅間歇性運動啦，先由3組開始，每3個 cycle 為一組，每組運動30秒，中間休息10秒，用基本步、拳擊步輪流去做，控制咧係有啲氣喘，但係仲可以講到嘢嘅強度。咁第二啦，跳繩咧係全身參與嘅運動。咁跳繩咧唔單止係腳嘅運動咁簡單啦，佢仲會同時鍛鍊埋下半身嘅肌肉、腹部核心、手臂、膊頭嘅位置，係一種全身性嘅運動。除咗會瘦得靚之餘啦，仲會有線條嘅效果。咁對於成日坐 office 啦、容易水腫嘅女仔咧，跳繩咧係最有效排水瘦腿嘅運動。想針對瘦下半身嘅話咧，可以試下交叉步啦，或者抬腿跳，可以搭配埋一啲基本跳咧，循環做一次。第三啦，快速進入燃脂嘅效果。咁比起傳統嘅慢跑啦，需要運動15分鐘或以上咧，先至開始燃脂。而跳繩咧，只係需要咧2至3分鐘左右嘅時間啦，就已經可以進入一個燃脂嘅階段，效率咧係極高，根本唔需要運動30分鐘至1個鐘咧先至有效。只要用啱方法咧，15分鐘咧就已經好足夠啦。而每個人嘅體力咧都唔一樣，咁所以咧揾啱自己最穩定嘅節奏咧就最好噶啦。咁初學嘅話咧，建議由拳擊步、基本步開始跳，慢慢咧加入開合跳啦，效果咧係已經非常之好噶啦。咁減肥咧唔一定要靠節食啦，每日跑10K 啦，先至可以變靚變瘦嘅。咁咧需要揾翻一種咧適合自己啦，而做得開心、持之以恆嘅方式咧。咁跳繩咧就係我重新揾翻自己嘅人生啦，揾翻自己節奏嘅開始。咁如果你都想用跳繩瘦身，重拾翻女性嘅自信心嘅話咧，留言30+，同一班真心想改變嘅女仔咧一齊變靚，一齊成長。